每年2月11是世界病友日，台南市天主教守护生命关怀协会2月2号特别协同台南市立安南病院，伫个病院的1楼大厅举办感恩音乐的响宴，邀请到圣十字合唱团、台南玉井基督教长老教会圣歌队现场来演唱，希望借由音乐来疗愈病友。今天是那个世界病人日啊，那这个最主要是由那个天主教教宗他们在很多年前发起的。那过去很多年来都一直在安南医院主办了。那我们这个安南医院除了胸怀大志要做医学中心之外，我们也是逐步踏实，我们自己扎根在这安南，做一个好邻居啊。所以我们就全力跟这个天主教会一起协办这个病人关怀。那事实上，整个关怀最主要是说，不管你在生病当下，或者是你到人生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都要有人相伴，让自己不会陷于孤独。我的意思就是说，人都会告一个段落，虽然明明知道这样子，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伴随的话，心里会比较温馨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办这个世界病人日最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现场出席的包括劳动部分家南分署、市府卫生局的官员，另外还有天主教台南教区的主教。其中，意大利籍的欧大福神父为了感谢台湾伫个新冠疫情期间对着意大利的帮忙，嘛特别早来西西里的演前，甲大家分享。现场当时嘛有祈福玉树的赠送，甲祈福卡的祈福电话档，场面温馨。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